皇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臣实在是……不要再说了。瓦剌内乱，朕此行凶多吉少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拆看。臣领旨。明正统14年，蒙古瓦剌部首领叶先大举进兵明朝边境，皇帝不顾群臣劝阻，决定亲征瓦剌边疆。不料群龙无首，朝廷大乱，后宫妖孽横行。臣妾给太后快请安。起来，起来，免得动了胎气。皇上走后啊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总担心你出事儿。要知道，你怀的可是龙种啊！太后您多虑了，臣妾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就好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另外，不管谁送你什么东西，都不要随便乱吃。也不要轻易让太医诊脉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什么人？大胆妖孽！来人呀！你擦过了？没有，这把剑上没有任何血迹。但是臣记得，这一剑明明刺到他身上。我也看到了，所以你才拿不住他。那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？他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进来。是。南书房除了这一幅，还有别的仕女图吗？回太后，奴才对南书房的字画了如指掌，就这么一幅了。我知道了。
皇后娘娘，这是西域进贡的水果，放下吧。这皇上都回不来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下去吧。是。出来吧，以后啊，我们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一定回不来了。他打胜仗，我让他死在自己人手里，败了正好借瓦剌之手除了他。还有那么多亲王啊，宝座未必会落在你六王手上。何况令妃肚子里的孩子，要是龙种了。所以呀，本王就需要你帮我找到那样东西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礼妃宫中。神鼎必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六王。于大人可知，此鬼魅却不是一般人。哦，是何人呢？丽妃。丽妃当初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死后多年再次惊扰宫中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呐。接太后口谕，令你前往三清观，请清虚道长入宫。老奴领旨。敢问公公，怎么太后突然想起要我去请清虚道长入宫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，宫里出事了。啊，陶公公，知道吧？知道。那陶公公可知道这扰乱后宫的女鬼吗？谁呀？这个人来历非同小可呀，你我原来还和他有过渊源呢。谁呀？李妃。哎，快追快追！别跑了，快快快，那边追上来，快快！哎，跑什么跑？往哪儿跑？我哭啊！哭的什么东西啊？梨花带泪那种，你会不会啊？不准哭，给我笑。不是，他刚才让我哭的，他说听我的，要不然我把你现在的样子给你的云儿看。哎，哭啊！我哭，笑，哭，笑，干嘛呢？笑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小蘑菇，记住，吃亏是福。对，吃亏是福，道理都是你讲的，罪都是我造的。我不要当狗，我要做大侠。住口！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千万不要随便乱说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保不了你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我今天受了委屈，你得补偿我。我不想吃糖了。要不我带你出宫玩去？带我出宫？带我出宫？小老头儿，去哪儿呢？我们太后叫我出宫去找仙人。找仙人？对。
天下没有任何男子可以抵抗我，你为何待我如此？此处荒山野岭，前后并无人家，又怎会突然出现一个奇女子？况且我们修道之人最懂得清规戒律，与你这等货色，又怎会入眼？小道士是入不了眼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敢看？你说你修的是清规，那你看我呀！哼，看都不敢看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刚才是什么意思？师父，师父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云游，你专心修炼吗？方才徒儿在幻境中看到那个女子是谁？为什么结局会是那样的？刚才你所看到的，就是你真实的未来。你修炼到了最后一场劫难，如果渡不过去，就是刚才的下场。那徒儿该如何是好？这是什么？日月神鼎。日月神鼎。对，只有找到它，你才能度过最后一次劫波。那这神鼎现在何处？徒儿该如何找到它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自有天意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小老头，你这还有多远呢？这仙人怎么住这么高啊？我不走了，我再走我脱水了我。那就歇会儿。哎呦，站住别跑！哎，哇！哎呦哇！大侠，大侠，哎，对，哎呀，大侠呢？
哎呀，什么大侠？不是，做梦吧你！有个大侠，特别帅大侠，搂我腰那个。走。我天哪！仙人居住这破地方。请清虚道长接旨。哎呀，行了，小老头，你看看这像有人样吗？哎，礼数。什么礼数啊？小老头，你看啊，这蜡烛，这香火，一看就是没有人嘛。那我们去找找。那我去后面看看。哎。你在干什么？大侠，大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大侠。你是谁？你还在抱着我的腰了着，你不记得吗？大侠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崇拜你了，大侠。哎，叫什么大侠？叫道长。你们二人是什么人？擅自闯我三清观？我们是从皇宫来的，奉太后之命，请清虚道长入宫。哦，我师父现在不在关中。哦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二位请回吧。道长，请留步。道长，尊师不在，能否辛苦道长和我们走一趟？对呀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为什么？我想请道长回去给我们做个见证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口说无凭，没法和太后交代。此事与我无关，二位请回吧。走吧。哎，你在门口等我，我去搞定他。大侠呀，近看你的轮廓是又深邃又明朗，简直跟圣人一样好看，一模一样。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，你走吧。大侠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呢是有不解之缘的。你看哈，在我们没见面之前呢，你在梦里就救过我的性命，是不是？要不是天意的话呢，怎么又能在一起呢？见面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呢，你不能这么伤害我的感情，我怕我会伤心的。还想被绑起来？那倒不是。滚！我可能太困了，我走了，大侠。陶公公，陶公公，
你看我，大侠，我就跟你开了个简单的小玩笑。你们太过分了。不是我。方才显示的是哪里？这是皇宫啊。皇宫？残卦显示皇宫，莫非是天意？哦，对，天意，就是天意。要不我们走？小臣见过白巫师。总算是见到族人了。大汉还好吗？明朝的大军正在北上，我们瓦剌现在正面临灭顶之灾。我明白，大汉是催我快一点找到日月神鼎，对吗？公主圣命，大汗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回去转告大汉，这件事儿我很快就能办妥。有人说，公主在皇宫里待久了，会恋上皇宫的荣华富贵。这叫什么话？放心吧，现在计划进行顺利，一切都按步骤进行。我一定不辱先祖，夺得神鼎。退下吧。是。参见大人。路上没出什么岔子吧？报告王爷，没有。这宫中将乱，以后调查信息的问题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皇上临出宫前，曾经单独召见过于大人。皇上跟微臣所谈，都是他出征之后朝廷的政务安排，别无其他。于大人，如今皇上不在，宫中政务唯有你我二人承担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得互通有无啊。太后身处后宫，与朝廷的政事不宜过多询问呢。太后若别无他事，臣先告退。好重的妖气。大侠，千万不要被这个皇宫的阵势所吓到。这皇宫方方面面呢，都是我的地盘。你一旦迷路了，你就提我的名号，我叫小蘑菇，没有人会不知道我，都会保你安全。大侠，你看我一眼行不行？你不看我，咱们怎么交流感情呢？闭嘴。大侠，你换句词儿行不行？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儿。滚！人骂人都这么说，没
没谁了。于大人，陶公公，这位小道长是？他是三清观的天目童道长，这位是首辅大臣。太后请清虚道长前来降妖，道长不在，所以只有请小道长陪我来回禀太后。我与清虚道长有过几面之缘，今日一见清虚道长的高徒，也是一派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小道长若介入此事，可得不被外力所蒙蔽呀。此事不仅仅是捉妖那么简单，可能还会涉及到重要人物。受教。我先告辞了。道长，前面就是太后的寝宫了。怎么，清虚道长返老还童了？回太后的话，清虚道长云游去了，就剩下这位道长留在观中，所以奴才才请他回来做个见证，请太后恕罪。罢了罢了。小道乃是清虚道长的徒弟。据我所知，清虚道长从来就不收弟子。无量天尊，师父，徒儿。小道长果真有些本领。太后啊，你的鸟怎么说死就死了呀？听说清虚道长能让死物变活，不知道他的弟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法术？小道不妨一试。活了，活了！小道长神通广大，就留在宫中降妖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刚才那东西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？道长，请留步。道长法术高深，本王甚是敬佩呀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陶公公，道长的住处安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不如就住在本王府上，早晚也能讨教一二。启本王爷，道长已经答应说，住我那儿了。对，住我那儿了，是不是？此话当真，道长？说他不过是个太监。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住的地方都下贱。于修道之人，眼中并无贵贱之分。那好吧，陶公公，听说你前儿的刘公公刚死没多久，那就让道长住在他那儿吧，也好有个伴儿。这多谢了。哇，这屋也太破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不是，道长，你这是能住人吗？这有什么不能住的？这地方总比我们山洞里好多了。没事了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
嘛呢？你说我师傅那屋什么都没有，我不得给他拿点东西吗？哎呀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该请他进宫。咋的，小老头？你是怕我师傅打不过他呗？我是说，这个道长太天真了，法术再高也斗不过心术啊！哼，小老头，你自己郁闷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别再惹祸！道长，你醒了。道长，你醒了哈，来，先吃饭，咱先吃口东西。我不吃饭。你不吃饭可不行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不是？这叫道法。我们修道之人，通常几个月都可以不吃不喝的。那不吃饭啊，那省粮食也好。那睡觉呢？我不睡觉，只要打坐片刻，就相当于睡一宿。那也不吃饭，也不吃。那这个你得用得上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镊壶。如此秽物，不是，快把它扔出去！你干嘛呀？我是来伺候你的。我不需要人伺候，你去找陶公公吧。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收了我吧，好不？以后别再叫我师傅，小蘑菇。走。道术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那呀，得看他的法力如何了。那个会变化的道长呢？他厉害吗？这个呀，母后也不知道。不过呀，外面稀奇古怪的东西多得很。六王觐见。六王叔好。六王来了。参见皇后。臣有些后宫的事要跟皇后商议。平儿，那你去御膳房准备点点心，我和李六王叔要商量点后宫的事。好。那等我回来之后，母后你要继续跟我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哦。好的，记得拿点心哦。你和那个小道士聊得如何？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本王本想拉拢他，谁知他根本不予理睬。哼，一个小道士不知宫中规矩，也是习以为常。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。哼，要不是看他有点法术，本王才不会搭理他。也许那个小道士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小小恩惠，也许他要的更多。对了，今天太后召见了于大人，
这老狐狸似乎想趁着皇帝出征，要垂帘听政。于大人可是皇上身边的人，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的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有刺客，抓住他！云大人，那边。分头上！哼，这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小蘑菇，我来给你送桂花糕啊！云儿，走。啊，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道长住这儿，我就跟他住这儿了。是吗？你看看啊，太好了！你要是学会了道长的法术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你说的对，云儿。我看看到时候谁还敢欺负我小蘑菇，那时候真叫没谁了。师傅。什么师傅呀？刚才有。快追！于香荣。那个云儿啊，你先回去啊。你先回去啊！你把我尿壶也带上。好，我去看看啊。好。哎，小蘑菇，你小心点啊！我知道了。云大人，不好了，那女鬼又杀人了。在哪儿？随我来。大胆！云大人，你不要杀他吗？小蘑菇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云大人。他是太后派来请来捉妖的道士，你杀他干嘛呀？太后请人，我应当知道，怎么会请他这个三脚猫？你给我让开！这位云姑娘，你就别闹了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向太后禀明此事，说你和那女鬼是同伙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和那女鬼不是同伙，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跟得那么近？而且，我刚才明明已经知道那女鬼的行踪，如果来得再早一点，这个宫女就不会死。三脚猫就是三脚猫，画符捉鬼你倒不行，栽赃陷害倒是你的老本行。哼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知道这女鬼的下落，那我问你，这女鬼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高？穿黑穿白？头发多长？是胖是瘦？你知道吗？哼，答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行骗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可是皇宫。要是一不小心被戳穿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恕不奉陪。你等等！哎呀妈呀，太帅了！这个臭道士，
也太不把咱们锦衣卫当回事儿了。是啊是啊。那咱们就帮云大人出出气。来，你们过来。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你们是？快，女鬼进去了。快！起来！行啊，陈大人，您这招厉害呀，让这小子再得意。怎么着忘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小崽子，这2天跑哪去了？也不知道给我来请个安。哎呦，公公轻点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哎。云儿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小道天牧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天牧童，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呀？哎，你让我看看你。哎，道长，你流鼻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没关系。不能进去！在下奉命抓妖道，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云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锦衣卫非要进来抓妖道。是道长以为我被妖孽袭击，专门过来保护我的。你让他们走吧。是公主。哼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。道长，叫我乐平就好。哇，好帅呀！哎呦，我真不是故意不给你请安去的，只是最近宫里闹鬼，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就没见过鬼，你还闹鬼？你叫什么叫啊？这是兵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，娘娘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娘娘。太恐怖了！小蘑菇，你干嘛呢？有鬼啊！过来！哪儿有鬼啊？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？哪儿有鬼啊？不是，刚才明明有鬼啊！刚才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大成手指甲子，大眼珠子，穿一身薄薄的衣服，太吓人了，太恐怖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干嘛呢？不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，小老头！哎，有本事你找我！我的妈呀！你快走啊，小老头！你在干嘛呢？再来一圈，要不就……太恐怖了，太吓人了！小蘑菇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！
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陶公公，我掐死你！我让你打我，我让你行。天不同道长，有什么事？陶公公，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？哼，天目道长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，我回去歇着了。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。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宝辜负父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傅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子。那是不是师傅让你住下来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答应我了是不是？从今往后我就住这儿伺候师傅了，太棒了。我不能让你伺候，不能。不能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走妖女。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，可否交由我处置？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，就应该尽早处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，你一个道长，承担不了后果。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。况且，这个妖女是我抓的，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。云姑娘这么心急，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，独吞功劳？你要再试一次吗？走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大的执念你也该放下了，你就入土为安吧。公公，道长，这大晚上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六王，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此事疑点甚多，本王去找云香容。云香容。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。道长，哎，陶公公，快亲亲。李妃生前善良，她死后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女鬼，她是一个大活人。
主人，属下监视天目童时，得知原来女尸是受人控制的。静观其变。女尸被天目童强行扣留，她搬出太后，锦衣卫实在奈她无何。区区一个道士，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。放心好了，不就是个道士吗？用完之后把他扔出宫去便是。只是这女尸从何而来，你去给本王查清楚。小道天目童，无意冒犯。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？就像一个仙人一样，长得很好看。哎，公主，要不我带您去见见他？去见他，总得找个理由啊。嗨，我们就说去看看抓的妖怪呀。好啊。哎，云儿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哎呀，公主，您穿什么啊都好看。小蘑菇，云儿，云儿，你又长个了，云儿。哎，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？专门过来找你的，干嘛我还在旁边啊？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。云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惯他这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蘑菇，我是公主，我让谁听话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？不是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作为一个公主呢，一定要平易近人。你得了公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，你才是太监病。你再说，我砍你头。好吧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公主，你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道长不在啊？哦，你说道长我师傅不在。道长是你师傅？必然的吗？要不我能跟他住一块儿吗？不想想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，我肯定让你师傅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。我师傅呢，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我是公主，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？不过，我总得知道道长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什么想要的，才能博得他的喜欢，是不是啊？我师傅不吃不喝不拉不睡，一门心思捉妖怪，除了妖怪就是妖怪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。妖怪？那哪里有妖怪呢？这儿有啊。是吗？那我们去捉一只，送给你师傅怎么样？别，公主，不行，我师傅让我在这就为了看妖怪的，不能看啊，真不能看。那好吧，云儿，我们走吧，这儿没什么好玩的啊，白来一趟。哎，别，云儿，公主，公主小心眼啊，没意思啊，这样。这样吧，公主，就看一眼。没问题，就一眼，好不好？看一眼，别乱动啊！我跟你说，就一眼。走，云儿。参见母后。你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天目童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，要进一步研究，于是他把妖女和自己关在了一起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那你让锦衣卫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。天目童说：“这都是您的意思，是您给他的全部权利，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”岂有此理！你快叫天目童过来见我。是。王爷，昨天的妖物你可见到是何模样？是个女鬼，面容还算姣好，但具体什么模样，属下实在描述不清。所以，王爷的意思是？说来也怪，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？等明天押送过来时，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到底是何样貌。
明明都没有动嘛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公主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动起来，大大的眼睛被手指伸出来。小蘑菇啊，我特别……这是什么呀？道长抓住了妖怪，可喜可贺。只是，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，不让锦衣卫处置呢？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，我想一探究竟。不必了。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，就尽快收案吧。道长把妖女交于锦衣卫处死，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。太后，这李妃是谁？我的妈呀！你怎么手那么欠啊？我错了。哎，小蘑菇，你手里拿个夜壶干嘛呀？我是，我拿它干什么呀？我。李妃是皇上最宠爱的一个妃子，年纪轻轻，突遭不测，已经死去多年了。这李妃是怎么死的？一场大病而死。如今宫中人心惶惶，未免再生枝节，还是尽快结案为好。可是那个女人，她根本不是什么魔鬼，是个活人。什么？她是一个有着李妃样貌的年轻女子。这个女人被人控制。宫中并非鬼神作怪，而是人在作怪。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能否找到幕后主使？我尽力而为。小道长来宫中的目的，到底为何？敢问太后，您可知道日月神鼎？这是宫中的宝物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师父在卦象中看到的，日月神鼎被妖孽所纠缠，而且宫中之事多半与神鼎有关，所以派我来看看。休要胡言乱语！神鼎好端端的在皇帝手里，哪会有妖孽缠绕？以后再也不要提神鼎之事。小蘑菇，公主，哎，小蘑菇，师傅，我其实我没怎么动它，我你看看吧。道长，公主，这道长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好害怕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道长，臭道士！连公主的便宜你都敢占啊！哎，公主，你别误会，我没误会。你个酒肉道士，不仅不守宫里的规矩，功夫也三脚猫。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，提前处置了他，免得你再放他出来害人。住手！公主，妖怪留给道长，你护送我回宫。公主，怎么你还敢抗命？不敢。走。
那个，鱼儿慢走啊，那公主也慢走啊。师傅。哎呦我去！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师傅，你能不能把它借我玩啊？闭嘴！不是师傅，我绝对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，我发誓，行吗？我不相信你。还有，以后别再叫我师傅。嗯。对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嘿嘿嘿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哎呀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说这是不是老天给我的礼物？你说说，从此以后我小蘑菇不是也有人伺候了吗？我还享福。你在干嘛？师傅，他刚才跟我玩游戏来着。滚！好的。这里没你事儿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